Hello，大家好，我Eddie 啊，真係好耐冇見，好耐冇拍 YouTube 啦，YouTube 片放上去 YouTube，咁就發生咩事呢？咁其實冇乜事發生，係我懶嘅。咁就睇翻上一條片係2019年年底左右，係啦，咁就去到而家2026年，2025年啦，係啦，都有差唔多有6年都冇拍片啦。咁就呢段時間發生咩事咧？咁就其實上一條片啦，我講咗啦。咁就我係個 project end 嚟嘛，咁經常翻中國廠去跟單啊、跟 project 啊、跟客啊、跟新產品啊、生產啊、試產啊、報價之類嘢，咁都幾忙啦。咁就所以咧，我已經係喺大陸住啦，係住喺工廠裏邊嘅宿舍。咁就一個月翻嚟香港1-2次啦，係啊，多數禮拜6日啦。咁就有時唔翻，係啦，咁就去工廠休息下啦，同班 friend 出去打籃球。如果有機會啊，拍下啲籃球片，因為我本人都幾中意打籃球嘅，即係打籃球對自己啊，對自己身體都有益嘅，可以減肥啦。二來可以用下腦筋啦，三來啊練下技術啦，四可以唔同嗰啲同啲五湖四海人去打籃球，各有各 style 嘅。你相信我，每個地方來嘅人咧，打籃球啲 style 係完全唔一樣㗎，係好得意嘅。好啦，咁如果我有機會拍到片，就 share 俾大家啦。咁就講翻工作嗰邊啦。咁就因為都長時間喺大陸住啦，咁就喺家庭生活上都冇乜都有少少影響嘅。但係好彩多謝我老婆支持我咯。咁我老婆 take care 我2個女，而家我一個大女讀緊大學啦，二女讀緊中4啦，9月後讀中5啦。咁就財務上 OK 嘅。咁你知香港人喺大陸做嘢，公司都俾啲好嘅福利我嘅，唔錯嘅。咁就衣食住行都幾好。咁就食飯方面啦，咁你知喺香港食個早餐30蚊、40蚊，午餐50蚊，晚餐50蚊，咁我計140蚊，再加你車程，咁車程當你20蚊啦，咁160啦，係嘛？咁就係，但係喺工廠做嘢住咧其實唔需要錢嘅，其實咁就工廠俾張飯卡我，裏邊又唔知有300蚊嘅左右，咁就早餐5蚊，午餐10蚊，晚餐10蚊，咁你係啦。咁早餐有乜嘢咧？有炒飯啊、炒麵啊、粥啊、炒蛋啊、麵包啊咁之類嘢。咁你食多啲，俾多啲咯。最基本5蚊都食得好飽啦。咁就午餐，咁多數有乜嘢咧？我都係飯堂食。午餐有10蚊餐啊、5蚊餐，但係嗰啲無限添加嘅，係咧食幾多不幾多都得。係啦，咁就如果你話有葱油雞啊、有菜啊，有時有炸雞腿啊、有鴨腿啊，有來來豐豐嘅菜式咯 ，OK 嘅，冇問題嘅。咁就晚餐都喺飯堂食都得。咁我有時喺出邊食咧，最簡單咩青菜炒肉12蚊，一個蒸魚18蚊。你話食個蘿蔔牛腩煲好似25蚊，係啦。其實你一日都用唔到50蚊，係啦。咁有時係啦，咁你又出去買個水果，買個荔枝食，啲荔枝10蚊3斤。咁糯米糍嚟喎，糯米糍啊，係啊，10蚊3斤，咁啊真係幾抵，係啦。咁就唔錯嘅。而家喺國內生活咗，自從2019年搬咗上嚟住同埋做嘢，都有6-7年咯，所以我覺得冇問題。OK，let's go。而家講翻迪卡龍產品啦，咁就而家我介紹咧就係一個 HL100手提電筒。OK，咁即係迪卡龍門店買就99蚊，係啦。佢一個純粹塑膠件嚟啦，得條手繩啦，係啦，前面有個透鏡啦，係啦，呢個開關掣啦，呢個大身啦，然後個米蓋啦，係啦，個 cap 啦，我叫做個 cap 啦。咁呢度一打開咧，裏面有3粒電池啦，
咁呢個電池係3個 A 啊，3個 A 嘅電池用3粒 ，OK， 用3粒。咁就你買個電筒咧，佢包埋電池俾你啦。咁你去門店嗰時咧，你要小心啲喎，有啲人咧偷咗電池走啊。所以你買之前咧，要確保咧佢有3粒電池，而家電池係最好有電啦。你知迪卡龍門店啦，佢有個好處就係你可以試嗰啲電筒，壞處就係你嗰啲電筒經常俾人試，所以有啲電筒咧冇電，有啲電筒咧就冇咗粒電，有啲電筒咧係連個尾蓋都唔見咗嘅，因為俾人試機嘛，試到連尾蓋都唔見埋啦，係啦，咁就同埋係啦，買之前咧你要睇清楚有冇電啦，同埋你個開關掣有冇俾人撳到變晒形啦。你知迪卡龍一個叫做 Open Experience 嘛，即係讓使用者感受下呢個產品 OK 冇問題先去落單買。呢個係非常之好處嘅，壞處就係好似好多小朋友狂撳，哎呀撳到玩到熟晒啦，我唔買你呢隻，我買新嗰隻。多謝你啊！係啦，咁就OK，咁就佢有3個模啦，紅燈啦 ，OK，低光、高光，嗱 off， 再嚟個啦，紅光、低光、高光 off， 係啦，其實好簡單，冇乜嘢特別功能，係啦，咁就 OK，let's 熄燈，睇下嗰個光斑同埋個光度點先。熄燈咧，以前咧就啪啪掣啊，而家 remote control， 我中意熄燈就熄燈，熄燈，咦冇反應，唔夠電，喂熄燈老細，得啦熄咗燈，冇辦法 ，OK， 睇下有冇咁樣玩法先，係啦，都得紅光啦，係啊，啲人話紅光有咩用咧？其實有時夜晚去廁所你唔想照到人啊，冇咁殘眼，咁你靜雞雞用紅光揾廁所用咯，係啦。有時啲白光咧都幾殘眼嘅，有時影響到人。另外紅光就照某啲照揾嘢都方便咩？有時紅光咧你唔想影響人咧，用紅光 OK。呢個就係然後到低光啦 OK 啊。其實嗰個光斑啊散得係幾勻循嘅，即係唔會話一笪笪嘅。係啦，即係你見到都勻循嘅，唔會話中間特別光，側邊咧就好暗，佢咧就 OK 嘅嘛，有漸進式嘅。好啦，然後到高光啦，高光咧就更加光啦，係啦 ，OK 冇問題嘅，佢有少少唔係太黃啦，唔 OK 嘅，黃黃地、白白地 OK， 我接受到㗎，冇問題。好啦。頭先咧，你見冇得好奇怪，我撳一下，用嗰一段時間，突然間 off 咗佢喎。如果你正常用咧，紅光、低光、高光 off， 紅光、低光、高光 off。但係咧，佢呢個產品有個 function 就係，如果你紅光 keep 住用一段時間之後，你話3秒定5秒啊 ，OK， 我用咗一段時間啦，我再撳，佢冇轉 mode 嘅，佢咁 off 咗佢嘅，係啦。所以你冇唔係壞機啊，呢個係正常啊。所以咧，如果你話要轉 mode咧，你要快啲轉，要3秒內定5秒內，要立即想轉個 mode。OK， 當你用一段時間之後咧，使用者話我再撳一下應該係高光嘛？唔係，因為你已經進入咗嗰個使用模式啦。你再撳一下之後咧，佢就會關機。OK， 明白嘛？明解嘛？唔難嘅，係啦。所以你記得呢個係一個谷啊。如果你3秒內你可以轉任何 mode。係一個循環，但係當你進入嗰個 mode 之後，你再使用一段3秒之後嘅時間，變咗進入使用模式，咁咧佢有個 MCU， 你用緊啦，咁咧當你用咗一段時間，再撳一佢就關機啦，即係佢有個便利，方便你咯。就先好啦，我又翻嚟啦，好着單老細，搞掂。OK。整體上咧，呢個產品係 OK 嘅，係啦，細細地啦，咁你去旅行放落背囊，唔覺得佢重，好輕好輕。咁佢防水交叉4啦，係啦，即係基本上係灑水啊，比如淋住佢都 OK 冇問題。
咁咧前面佢有個好好設計啊，呢個就軟膠嘅，係啊。咁如果你咁大力咁跌落地下，佢可以有個防撞嘅功能，係啦，即係唔會直接碰壞到塊透鏡咯，冇問題，係啦。咁就當然啦，你個尾蓋就麻煩啲啦。咁尾蓋咧，如果你一跌咗就係 game over 啦，所以你要 keep 住個尾蓋咯，係啦。咁個尾蓋咧有個防水圈嘅，呢個設計做得幾好，因為你知道佢怕使用嗰時咧啲水咧喺條罅走入裏邊，所以有個防水圈咧就加強個防水嘅功能。整體上個設計都幾唔錯，合理。99蚊咧，你覺得貴？但係如果你喺嗰個頭先睇個光度啦，嗰個 design 啦，同埋迪卡龍嗰個售後服務啊，即係你壞咗，你拎去換，用一段時間你又唔中意拎去換，或者你撞爛咗再拎去迪卡龍換，我覺得係合理嘅，唔錯，冇問題。咁就係咁多啦，好，下一次見，拜拜。